澳門10月份總賭收達到240.86億元，喺11黃金週連中秋節8日假期帶動下，賭收仍然比9月份大升超過30%。雖然期間因為打風影響咗部分旅客嘅訪澳行程，但係仍然得到今年同埋疫後嘅單月新高。博企嘅賭場收入當然亦都水漲船高啦。不過生意好唔單止靠黃金週㗎，博企喺10月都相當積極大搞盛事經濟，非常有策略性咁延續黃金週效應。其中唔可以唔講嘅就有威尼斯人喺10月10號至到12號期間成功舉辦嘅 NBA 中國賽，布魯克林籃網隊同鳳凰城太陽隊嘅強強對決，掀起咗全城嘅籃球熱潮，更加帶動咗威尼斯人嘅中場殺數。柯煙從業界渠道所得，但係未經官方審計確認嘅數據顯示，10月份威尼斯人中場錄得18.8億元，除咗重上亞軍席位之外，更加係呢個場今年中場殺數最高嘅月份，真係可以話要贏人先要贏自己。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總裁兼首席營運總裁 Patrick Dumont 亦都話，對 NBA 中國賽嘅結果十分滿意，而且佢帶嚟嘅行銷價值亦都相當可觀。一項高質素嘅盛事，唔單止淨係益自己場，仲可以帶挈埋人哋。連美高梅中國總裁馮小峰接受外媒訪問嘅時候，亦都係咁講。佢話 NBA 中國賽唔單止帶動美高梅嘅業績增長，而且仲可以吸引更多優質客人，令到6間博企都可以受惠。果然美斯美高梅10月條數都十分靚仔，中場殺數錄得18億，僅次於威尼斯人，按月大升超過30%，奪得季軍一席。同時亦係美斯美高梅今年數一數二殺數最高嘅月份。至於銀河嘅中場，仍然冇人可以撼動到佢一哥嘅地位。10月份中場殺數仍然跑喺最前，以30.6億刷新今年以嚟單月最高嘅紀錄，按月亦都大升咗28.6%。其他場真係連車尾燈都睇唔到啊！10月份銀河先後邀請到頂流人氣歌手鹿晗同黃嘉怡等到旗下綜藝館開唱，保持住高人流水平之外，亦都帶動周邊嘅經濟。另外亦同阿里巴巴旗下嘅大麥娛樂同澳門通續簽為期3年嘅戰略合作，務求未來繼續有更多元化同高質嘅現場同埋網上演出。總括而言，10月份銀河中場佔澳門總賭收嘅市場份額大約12.7%，排第二嘅威尼斯人中場佔7.8%，而排第3嘅美斯美高梅則佔大約7.5%。以上述嘅數據最終以博企官方公佈為準。